嘉义在地艺术节草草戏剧节，今年行到今是第16届，是以长青春做主题。这摆主办单位也要甲这草草戏剧节做16回当大人，除了家己文化导览、工作坊等多元内容，佮串联其他乡镇扩大举办范围，要互更较侪人接触到来自嘉义的艺术力量。 台语乐团曾卡人当咧表演的歌曲是以嘉义民雄火烧庄为创作原型的回响，配合演出的是嘉义在地剧团滚剧团。嘉义在地草草戏剧节行过16档，今年的主题是长青春，也要为这个戏剧节做16。咱伫南部，咱讲到16回，你就想到咱南部的做16嘛。过去伊是足小型的一个艺术节，今年透过因为我嘛邀请外部的策展人。 甲在地遮的好朋友大家要甲这个艺术节今后更加精彩。过去草草戏剧节是由阮剧团规划举办，今年改以双7点人的方式扩大举办。除了有戏剧表演，更有多元的活动甲文化体验，甚至嘛串联其他的地区做阵举办。这个就是除了戏剧以外，更有足侪无共款的活动伫内底，所以像讲更有导览，在地导览，就像我这个甲展区，除了表演艺术中心以外嘛，入去民雄的各个无共款的场馆，所以嘛有透过导览，或是透过工作坊、讲座等等无共款的行动，去让草草戏剧节更加丰富。嘉义的艺文人口说，尤其是嘉义县，其实那个幅度落差其实还蛮大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城乡差距这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要落实文化平权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透过巡回演出的方式，让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接触我们嘉义在地的剧团。做16回要当大人的草草戏剧节，这摆以成长甲培养、小讲甲平凡、甜蜜甲苦痛一寡青春期少年人会拄到的情绪来规划展区。为3月中开始，要以多元化的内容甲在地的艺术，参来自各地民众搬暖交陪。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